为了要推广水里乡的农村旅游，并且让乡亲会当欣赏到在地真正的国际级这个表演，这个水里乡会举办35场各种的艺文表演，其中有来自马来西亚的表演团体。 伫台湾真罕见的铁鼓，伫车顶的铁道小学堂头前，倒来几啊项马来西亚的特色表演。 这次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就是节奏感，来到了就是水里这个车城这个地方，来分享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就是在发展的文化。马来西亚实在有太多不同的文化底蕴在那边混合着，所以我们希望借着用音乐、用打击乐的方式，去让大家听一听。水里乡商圈创新共好协会已经争取到经费，未来新的一年会举办超过30场的艺文表演。我们有一连串的艺文展演，会不断的来配合我们的所有在地的团队一同来展演。麻烦迎水里乡亲会当做回来参加活动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